政府喺12年前已經制定咗第一份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，但係標準係點定？市民又係咪知道呢？就算申唔申請到，究竟係需要咩過程？點解唔得，同埋點解得，我都應該要知。會唔會仲有人可以繼續去 follow 住呢個 case 定係冇咯，唔再 follow 咧？咁啦。笑騎騎放毒蛇啊！呢條叫做阿傾，阿傾我諗佢有20歲有多，20年有多啦。我養咗佢好幾年㗎啦，已經。我要用蛇餵佢咯，同埋咧佢養唔熟㗎，佢好惡㗎。我哋都知道我哋嘅蛇根嗰個源流係江太史，江太史係咩朝代嘅人？如果再追溯江太史之前係元朝，元朝都有人食蛇，係啦，一個係好深厚嘅個飲食文化。周嘉玲1971年開始同爸爸一齊經營蛇鋪，由紅褲仔做起，一做就做咗50幾年。嗱，啲蛇羹咧，通常有木耳絲啦、冬菇絲啦、薑絲啦、老陳皮啦、蛇肉啦、雞絲啦，通常都係咁上下嘅啫，係咯。咁如果湯底裏邊咧有金華火腿咯，有老雞咯，同埋有豬骨啦、蛇骨啦。最主要係蛇骨，蛇骨係我哋嘅主料嚟㗎。如果呢一碗蛇羹咧冇咗蛇羹、冇咗蛇骨咧，佢唔得嗰個濃厚嘅味道嘅。佢認為蛇羹嘅獨特性可以代表香港嘅文化，全世界冇得食，中國大陸咧都冇得食。你要食唔係冇，你訂咪有咯。但係香港唔係喎，你坐喺度食碗及第粥咁嘅過程。好市井咁行埋嚟坐低就有蛇羹食，好似食碗雲吞麵咁簡單。根據2014年非物質文化遺產辦事處公布嘅第一份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，蛇羹曾經被公眾提名，但係最終冇辦法入圍，原因係欠缺詳細資料，需要再作進一步研究。周嘉玲話：非遺辦喺第一份非遺清單發布之後5年，訪問過佢幾次。問咗一啲關於蛇羹嘅資料，不過至今未有結果，只係話正喺度批核。但係問題呢，佢唔俾你入呢，就係已經表明係你唔好劏蛇，你唔好再食蛇，佢梗係唔想你入啦。蛇羹係啖啖都係蛇肉啊嘛，咁佢覺得你最好唔好劏蛇啦，唔好食蛇啦，食齋仲好添，表明啦，係咪啊？佢認為非遺辦需要向申請人清楚交代入圍條件。想知啦，點會唔想知啫？就算申請到，究竟係需要咩過程？點解唔得，同埋點解得，我都應該要知咯。問心一句啊，呢個咧喺香港已經越整越少㗎啦。喺當年有60間蛇鋪，到而家10隻手指數得晒。我唔知道我會做到幾時。當然，如果入到非遺更加好咯。50年後，起碼俾我哋個香港人，我哋對落嗰幾代人都知道有呢一種食物存在。非遺辦事處喺2015年成立，前身係香港文化博物館轄下嘅非物質文化遺產組。當時政府委託科技大學嘅華南研究中心研究香港第一份非遺清單，一共480項文化被列入，分為口頭傳統同埋表現形式、表演藝術、傳統手工藝等5大類別。喺2024年12月，非遺辦第一次更新非遺清單，新增27個項目，去到507項。今年大年初四，西貢天后廟舉辦咗一場新年活動。16歲嘅邱鳳祥準備去舞麒麟，佢學咗客家舞麒麟3年。負責彩青嗰部分，舞麒麟頭。因為本身我係客家人啦，然之後我條村又有呢個文化啦，我又要因為呢個文化而家同埋要傳承呢個麒麟文化，所以我又嚟玩呢個活動。至於負責擺動麒麟尾嘅就係10歲嘅曾穎，
佢只係學咗1年幾。揈尾就普通咁樣揈下，只要唔俾頭嗰個踩到就比較容易，但係冇頭就比較難。頭係有好多唔同嘅動作啦，有好多要用手嘅力去做啦。今日嘅龍獅麒麟賀新春，今年已經係22年啦，係咪用掌聲嚟表達下咧？咁你講頭先你表現點樣？我覺得都喺我意料之內嘅，因為我都平時都表演開喺呢度啦。我會繼續學麒麟，可以傳承落去俾大家睇。呢一隊國家級傳承隊係由劉錦棠師傅帶領，佢喺2025年獲選為客家舞麒麟呢個項目嘅國家級非遺傳承人。希望佢哋係一個種子啦，將來可以發揚光大啦。因為啲小朋友咧，如果淨係上課堂咧，佢進步唔大嘅，必須要出棚，即係出嚟表演，咁啊提升佢嗰個水平，亦都可以觀摩其他人啦，即係學多啲嘢啦。客家舞麒麟係一項結合本地傳統客家音樂同埋武術嘅文化，多年隨住客家人由廣東南遷到香港扎根。其實咧，麒麟就係客家人嗰個圖騰嚟嘅，即係代表整個族群嘅。咁嘅，我哋嗰個村咧，開村都係300幾年嘅時間。咁以前咧，我係第9代嘅。以前第8代以上啲人咧，通常都俾咗海盜過嚟洗劫。咁變咗以我哋咧，每年秋收咗之後，就去組織7、8歲小朋友呢個學功夫。學嚟做咩咧？就保衞呢個村莊。咁我學功夫過程入邊咧，當然都會有舞麒麟啦。劉師傅喺20年前開始自資開班教授舞麒麟。以前咧就先學習紮馬咯，你個馬步穩啦，所以舞麒麟就生動好多。同埋跳躍嘅時間咧，佢就可能唔會跌親啦。但係而家你冇可能叫小朋友走去池塘集中去紮馬噶嘛。主要嚟講，佢哋都係謝皮馬、丁字馬、前高後接馬，都係呢幾個馬步咯。日者雙喜嘅都有嘅喎。 2013年，佢聯同各村嘅村長同埋教頭走訪西貢嘅客家村落，希望保育客家舞麒麟。代表金木水火土，係做咗1年嘅時間，就拍攝呢個7分鐘嘅非遺短片。咁當然啦，仲寫好多文書嘅嘢啦。咁2014年，我哋就代表香港去台北市表演。咁翻嚟之後咧，就教授通知我哋啦，我哋個申請咧係攞到個批准。但係佢話局方冇解釋過入圍原因。就算近期非遺辦邀請市民申請擔任非遺代表作名錄項目傳承人，佢話並唔了解評審過程同埋制度運作。好似今次嗰個香港承傳人呢個問題，其實冇做過諮詢。專家係邊幾個啊？我唔知。好簡單，你唔批俾我，你都講出唔批嘅理由啊嘛，我可以改善啊嘛。或者我哋我哋負責人都7、80歲，個都唔識冇文化嘅，係嘛？咁我揾啲年青人或者識字嘅人幫手咯。更âm nước châu trùng nhận lưu mà trùng nhận hàng phố châu mang chỉ cho nam nhân cho nữ nhân男人唔使咁多啊做。文鳳瓊係圍頭人，今年90歲。喺佢19歲嘅時候，就由新田嫁過嚟粉嶺龍躍頭村。佢係而家村入面少數經歷過傳統圍頭哭嫁文化嘅女性。咁人哋介紹嫁咪嫁咯，每一個女仔都會嫁噶啦，咪嫁咯。
男人賺錢，賺到錢過嚟就得啦。女人唔係啊，又會擔水，又會卜柴。喺嗰個婚姻由他人決定嘅年代，盲婚啞嫁係女人嘅宿命。三姐話回望，我都想死啦我哋。83歲嘅梁少霞婆婆，20歲嘅時候從內地嫁過嚟，當時冇唱哭嫁歌，不過都識得唱。我哭嫁歌冇學㗎，我以前喺鄉下嗰時咧，跟我家姐陪生嘅，由佢嗰啲書嗰度學到㗎咋。莊慧琪係明愛喺龍躍頭嘅社工，佢話哭嫁歌係當時圍頭女人嘅抒發窗口。其實我都係聽翻啲婆婆講啦，如果你唔喊咧，即係咁講，佢話如果你唔喊咧，啲人就會話你好恨嫁，點解你冇傷心嘅？即係因為其實以前嘅結婚佢哋都係盲婚啞嫁啦。咁其實可能對於啲女仔嚟講，就係你要離開你嘅娘家，去一個陌生嘅地方，即係唔係咁開心嘅事咯。2019年，明愛出版咗一套關於哭嫁歌嘅書籍。莊慧琪話：一切開始係一次以緬懷治療為目的而舉辦嘅活動。因為我哋有一個活動叫秋月濃情，我哋就擺晒啲所有嘅錄播喺度。咁啲婆婆咧，即係坐咗喺度嘅時候，就諗起以前嗰個情景，就開始去唱呢個哭嫁歌。咁由嗰陣時開始，我哋先知，咦，乜原來佢哋有咁多歌仔嘅，原來係有呢啲歌啦。咁有啲都仲識唱喎，咁所以我哋就將佢去記錄咗咯。套書出版咗之後，吸引咗廣泛報導同埋學者關注。喺2023年，非遺辦亦都主動接洽佢哋，查詢哭嫁歌嘅基本資料。咁佢中間係有一個諮詢期，咁嗰陣時我哋呢個係知嘅，係就去即係公開嘅。咁嗰陣時我哋都有同啲朋友去講啊，你哋嗰個哭嫁歌就入咗去嗰個非遺歌網站度。喺2024年，哭嫁歌被列入非遺表演藝術清單。莊慧琪覺得，如果增加透明度，俾一班婆婆知道哭嫁歌入圍嘅原因會更加好。我諗婆婆嘅後人會想知道多啲咯。我諗佢哋會戥啲婆婆高興咯，即係呢一個係即係可能係佢哋嘅媽媽，或者可能係呢一個都係屬於可能係一啲圍頭嘅，即係一啲歷史嘅記載嘅一啲嘢。咁我諗對佢哋後人嚟講係一件好事嚟嘅。非遺辦回覆查詢話，如果申請人對香港非遺清單申報表內容有疑問，可以向佢哋查詢。如果非遺辦有疑問或者需要補充資料，會主動聯絡申請人。另外喺評審期間，如果非遺諮詢委員會對申請項目係咪符合評審準則提出意見，非遺辦亦都會跟進，並且提交補充資料，供委員再作討論。廖迪生係科大華南研究中心嘅前主任，曾經任非遺項目委員會委員。佢話評審非遺項目有2大原則。因為咧，即係喺非遺裏面，我成日講過我哋一個名詞咧，就叫活態傳承。活態傳承嘅意思就係嗰樣嘢係存在緊嘅，就唔係已經冇咗喺我哋記憶嗰度。咁但係最主要就係話有2個好重要嘅因素。第一就係佢係世代相傳嘅。第二咧，佢係有可以咧同個群體有關係嘅，可以帶俾人咧就係延續感同埋持續感咯。我哋評定一個係咪非遺咧，就唔係一個即係數學嘅問題，1+1等於2嘅問題啊。咁即係嗰樣嘢係咪值得有價值咧？嗰個係個好主觀嘅嘢嚟嘅。咁每個人都有個主觀嘅。咁變咗就係話，我哋點樣將個主觀變成係一個大家都接受嘅嘢咧？咁呢個係一個好有趣嘅過程嚟。有一直關注非遺文化嘅梁家傑話，非遺辦應該增加透明度，俾申請非遺嘅人知道未能夠入圍嘅原因。咁你話我聽爭啲乜嘢，下次咪執翻啲俾你咯，係咪啊？咁會唔會仲有人可以繼續去 follow up 住呢個 case 咧？定係冇咯，唔再 follow up 咧？呢樣我哋唔知嘅。嗰個傳承人知唔知自己衰喺邊度咧？佢爭啲乜嘢咧？係爭2分咧，真係爭20分咧？咁我諗呢個係要對翻個傳承人爭啲乜嘢？佢喺2025年創立咗一個非牟利組織，不時舉辦活動推動非遺文化。佢認為市民嘅參與度亦都至關重要。我覺得可以即係放手啲嘅，輕鬆啲嘅，個門檻可以低少少。
可以俾埋市民多啲嘅參與。係咪即係只係一班 grassroots 咧？有冇市民嘅聲音咧？咁我覺得有好多文化係真係香港先有，係唔係大家都要有翻嗰種一啲嘅情懷咧？我哋而家係要情懷。